生於斯，長於斯，喺香港出生嘅藝術家趙以庭以拎，特別鍾情香港嘅城市建築，油麻地嘅舊唐樓、深水埗熙來攘往嘅街景，都係佢嘅創作靈感。從小立志成為畫家嘅佢，畢業後一步一步實現自己嘅藝術夢。喺2023年，佢更入選福布斯30位30歲以下亞洲精英榜。喺石屎森林追夢絕非易事。今日就等以拎同我哋訴說佢喺藝術發展嘅心路歷程。我都唔知係究竟係自己係中意畫畫定係咩，但係好似我個世界淨係得畫畫嘅。學畫畫就差唔多未講嘢就畫畫嘅，因為我媽都畫畫，俾咗好多畫畫書我睇啦，俾啲小朋友嘅畫畫嘅片俾我睇啦，咁樣世界就充斥住畫畫。但其實佢都試過反對嘅，因為佢都係曾經試過從事藝術，所以可能理解做藝術係一條唔容易嘅路啦。咁佢就試下，不如你讀理科啦咁樣。結果我就不聽勸告，就讀咗文科。後尾都真係發現係做自己中意嘅嘢會做得好啲嘅時候，咁就大學繼續讀藝術史。咁然後喺大學期間又做藝術學會嘅宣傳秘書等等，就摸咗條路出嚟。一路都冇諗過放棄，直至係疫情期間，我估唔到我其實已經成為咗專職嘅畫家。原來做一個全職畫家喺一個商業嘅世界裏面，我仲要學咁多，兼顧好多嘢，又遇到突然間封鎖啊，做唔到畫展，做唔到寫生班，好多宣傳或者我賺錢嘅渠道都突然間封咗。咁我諗緊點算呢？係咪我應該轉型呢？咁樣有一個特別嘅契機，就係我細佬佢就因為全民造星攞咗冠軍而入咗行，咁然後就誤打誤撞做咗個經紀人，之後就發現原來呢一邊都幫到我學嘢，就開始兩邊咁樣行。以拎自細同藝術結緣，喺香港大學修讀藝術史及社會科學期間，佢展開咗城市寫生計劃，遊走香港18區，經常以舊建築同基層城市風景為主題，喺戶外繪畫。將畫畫同城市風景連埋一齊咧，就係現場寫生呢個媒介。咁當時高中參加咗個寫生比賽咧，就派水彩俾大家畫。一畫嘅時候，覺得係有少少一見鐘情嘅。佢係好透明靈動啦，好似香港景咁樣。原來我企喺條街，棟個畫架喺度畫畫咧，係有好多觀眾、好多市民會陪我一齊圍住我喺度睇我張畫，然後佢哋又會同我講嘢，然後又可能攞電話出嚟影下個景咁樣，係真係聯繫到社會大眾。旅行呢樣嘢咧，都幫到我重新睇自己同埋睇香港，然後先發現原來香港係咁特別，係真係無可替代嘅個城景方面，處於一種整齊同有機之間都有嘅一個好多元化嘅一個城景，就令我覺得喺度係好受到包容同好自由、好多元嘅。其實咧喺街度寫生最大嘅得着係同人同嗰個鄰里之間嘅互動啦。譬如係啲居民會擔張凳俾我坐低畫畫，或者遞支水俾我啊。呢啲舉動都會好似俾到一個係被動嘅訪問去認識嗰個社區。居住喺香港呢個國際城市，以拎擅長將東西方元素融合，水彩同塑膠彩係佢嘅視覺語言，同時亦會攝取水墨畫嘅精髓，配合抽象技巧，造就出獨一無二嘅創作風格。而家嘅我呢，就主要係有3個媒介我係最中意畫嘅。咁第一種呢，就係水彩啦，第二種呢，就係塑膠彩啦，第三種係我最近重新去掌握翻嘅就係水墨畫。即係今年我就比較多翻福建去寫生啊，去大灣區寫生啊、展出啊等等，我就開始認真探尋翻水墨呢個媒介，睇下點樣可以再刺激到自己。水墨嘅時候呢，可能嗰張紙係好細嘅，然後毛筆同埋宣紙其實都好敏感，你少少唔注重個筆法呢，人哋一睇就睇得出嘅。畫國畫、畫水墨畫嘅時候，我反而係向內觀自己，一種修行同埋睇究竟我要成為藝術家喺一個面對社會嘅擔當係要點樣。而家咧呢個 AI 年代咧，其實俾到我好多新嘅刺激嘅。
上一個展咧喺深圳度展咧就叫做瞬間，咁嗰個展嗰個系列嘅畫咧係同 AI 呢個時代嘅語境係好想去做到貼合，同埋表達到我喺呢個環境裏面嘅一啲感受。AI 俾到我嘅感受係好似大家嘅集體意識開始統一，開始容易視覺化咁樣嘅呈現出嚟。咁其實係會幫到我好快咁樣理解大家諗緊嘅嘢係啲咩。咁然後如果我哋視之為一個工具嘅話，其實係會幫到藝術家去更加容易去整合來自世界各地嘅文化啦，或者一啲思潮啦，然後再創作嘅。E-Ling參與過唔少國外嘅畫展，分別到訪過澳洲、日本、法國等地參與群體畫展。上年亦喺深圳舉行個人畫展，擴闊藝術視野。因為平時喺香港可能睇嘅畫廊咧，佢哋通常係帶外國嘅畫家嚟，比較接觸到嘅反而係油畫或者塑膠彩畫多啲。但係翻去大灣區或者福建省咧，就比較多國畫同埋一啲書法嘅作品。譬如係參加一啲粵港澳大灣區或者海峽兩岸青年嘅交流展咁樣啦，我見到好多內地嘅藝術家咧，佢哋係好善於攞自己嘅文化，一啲水墨畫或者工筆畫去變成一啲比較當代嘅創作。咁我覺得呢一啲係帶咗啲新嘅體會俾我，然後我會更加去諗究竟作為香港嘅青年藝術家係點樣立足啦，同埋點樣可以真係促進到中外文化都喺我嘅畫面上面有交流。就好似藝術旅途咁，成果係基於每一日嘅小累積。